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ohnny。邊一啲公司先係需要考慮去銀行度去做融資呢？咁有好多人呢就會同我講過，我梗係冇錢嘅時候，生意唔好嘅時候，我先至去借錢㗎啦。我平時好人好姐，做乜鬼嘢要借錢啊？咁樣，我做咩要俾銀行賺利息啊？咁其實我自己嘅睇法咧，就係我反而調翻轉，如果你係去到呢一個位，你先至去問銀行做呢個融資嘅話咧，其實乜銀行又願意批俾你咩？即係調翻轉啫嘛。喺你唔得嘅時候，銀行去做融資俾你，跟住提高自己嘅風險，咁其實唔係好合邏輯喎。因為銀行係一間牟利機構嚟㗎嘛，係咪？佢只可以係錦上添花，而係唔會雪中送炭㗎嘛。咁所以咧，我自己嘅睇法係咩咧？我自己嘅睇法就係，當嗰間公司佢生意係上升週期嘅時候，係需要銀行嘅融資去幫佢借力打力咁樣去做好佢盤生意，加快佢盤生意嘅成長發展，甚至乎係幫佢透過融資呢一個部分去幫佢產生更大嘅利潤，先至係呢間公司要借錢背後嘅一個考量點。唔知道大家又係點樣睇呢件事呢？